本人會揭成先攞口嚟。讀個書名。係揭字嚟㗎嘛，唔係咩？係啊，係咯除非你寫錯字啊。竭誠萬海軍效力為全能丈夫，忠循支持及維護他，以不畏懼、不徇私、不對他懷惡意及不敵視他。做人係睇嘅，孝順係家國家，做翻你自己最大嘅責任。祝你幸福。寬容的態度執行，佢唔識寫字啊！執行義務及責任，並且唔識讀。哇！呢個咩字嚟㗎？號字嚟嘅。毫不懷疑地服從萬海軍的一切命令。讀完啦。好對啦，唔好令我失望啦。我有咩要求咧，到時咧就盡量滿足我啦。好，交個女俾你啊！多謝。